时文质彬彬、气宇非凡的施南凡。大家好，我不是胡搞瞎搞，爱把麻烦找，亲朋好友都叫我诗人凡，喜苏郎环。趁着今天心情好，就吟首诗带动气氛呗。床前明月光，光光光啊，来叫 X 光啊，光线没放光啊，现在都是空光啊。哦，你是练啥货？大好，别烦恼，我叫小好，是台语的叫小好，嘛是互人家家的好爸母，是要招恁大家台语做伙好。苏人说，你是黑白练啥货？没啦 ，sorry， 我是唐氏新创意吟诗嘞。吟诗，吟诗卷不错吃，我喜欢。我最喜欢的早餐点心，一次可以吃好几个呢。就这么的，你先把个子出来。我们不是要表演古诗吟唱，怎么被你们搞到头昏脑胀？对，古诗吟唱尽夜诗，床前明月光啊，这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啊，低头思故乡，思故乡。那是刚才跳哪里？哟，那个亲情节，接钱茫然生活，看美吧。啊，对呀。中山莲花宫，一时地上霜，古条梦明晚，地条思故乡。那个弹了你，来，你是志开国小几年几班？